呀，各位聽眾，歡迎你人到對來檳榔福建嘅節目，真正歡喜咧！哎呦，撲機，真正歡喜，真正歡喜，我咪特別歪。真正歡喜這禮拜咧，個會到對來哇，甲人講食嘅物件，你人嘛在聽到微微娃娃尋一個甘配加橄欖嘅人去食。拍骨茶，然後講價真正好料啊！佢落嚟 stereo 嘅聲咧，互我笑到要死。然後我直直想講，哇！其實我睇對迄邊嗰時，我特別參與落一出這節目。然後是講，攏是較即聽這物件節目，咱攏這個禮拜三，佢會使倒轉來聽我人講我人記得會接物件知道，我人意思是伊人咧，我不能記住。了。會介紹這個禮拜內特別嘉賓呢，唔是亂之愛就這人，我俾學微微娃娃介紹先，微微娃娃歡迎。Hello， 大家好。你較大聲淡薄？我係 snowball 俾用。你成完牌啊？你成完無攬沙士糖了？當然會聽到。特別你較大聲淡薄？我只係大聲喎。OK， 咪見我調你較大聲無 ？OK， 我調你較大聲。OK， 了，你使我都不得談等陣。我頂一禮拜咧，我未記甲各位聽講講，即個微微娃娃呢是家己較濟是伊個 post production 啊，錄音過啊，錄音是家己較濟錄，了錄音過啊是個是家己對出去加edit 接安怎講剪接簡介，然後去剪菜，然後加了先接起來嚟互人聽。然後我是感覺到伊甲邊咧福建style 咧是無乜像，特別咧伊是甲做啊是功夫是真正慣做啊真正好聽。所以我頂一禮拜人做安尼是安尼成功咧，頂一個月人做安尼成功，特別個袂記學羅一個微微娃娃者，所以當今咱拍手下伊。耶！感謝放 effect 咧嚇。感謝等陣，我去吹。你俾阿咪紅磡體育館咧嗬？我係紅磡體育館。等陣我俾紅磡體育館係 stadium 嘅啊，等陣下這裡。來拍手。拍手來，感謝真正感謝來，感謝這裡哇！過來個第二轉，個第二轉，感謝我哋微微娃娃會搞嘅真正搞嘅功夫咧，甲人邊啲福建來做這個談食嘅節目。因這個季節咧，我能夠到對來，我唔是季節啦，但我能夠到對來講這個談食啊，我嗰陣有談食，特別知道嗬，功夫就一關咧，係咪屬於微微娃娃？因為呢，這道嘅人唔是亂食嘅，嚇，這道人是搞食，真正正嘅對，真搞食嘅，真搞享受，這怎講？食米咯，食米真正搞食。食米，對，食米嗬。了我上次會食米嚇。對。了我人是這裡要介紹咯，我哋特別嘉賓呢，即係傾特別嘉賓就是我人請微娃娃嘅名係大靚歡迎。我是大靚。大靚微微娃娃生啊，都請佢名係啊，伊零四係啊，是啊，請你請陣。我1到對面走到去啲等不當嘅嘛。我咪變咗3粒零。唔是，2粒變1粒大零。成間似隻大包呢。OK， 我聽到大包，我覺得你就係冇。你是拎條狗逼啊？什麼？對，拎條狗逼。แล้วโอเคตัวเล่งหวานเองแล้วก็ก็另外一間ทำจากกุ้ย是名做 B 湯หวานเอง大家好。B 湯啊，你講話福建話同埋噪音，你是到一個人？我檳榔人嘛，唔是噪音，差唔多淡薄福建吹話，差唔多當係江湖吹話。江湖哦，แล้ว特別你是檳榔人，特別你是厝講江湖話。我講江湖嘅啫，哇！
特別你有聽，你是讀到來邊人搭一屆人？古早打拍青波，當然打 butterfly 哦，拍正波幫佢 butterfly 真大差別。是咯，其實你爬過山就夠啦，嗬。那是講你過山啦，爬過別人曉就夠啊。是啊。แล้ว這裡你大粒拎 MC，係咪拎啊？大拎啊？大靚，大拎，你是大漢嘅呢邊拎？邊拎啦？邊拎讀緊了啊？搭一格啦。邊拎啊？唔得啊！安尼大一句嘛？伊多餅是拍咩？會只餅愛抌。愛抌啊！愛抌。哦，都愛抌，好啦，泡啤會啦。泡咩會？我係你協嘟等中午呀。商務。哦，商務。你商務小學邊位哈？哦，係你零頭位咯，係咪？對。講嚟啊，唔是，點解唔是就一人講係你80萬攬嘅位啊？嗰邊咪就80萬攬嘅掉。嚇，人講嗰邊是邊領是唔知係一條領嚟咧？嗰邊是零頭啊，零杯唔知我哪未記啊？唔是你大粒領嘅領嘅。你路人做咩事？安尼特別咧？做咩事？讓有安尼搞食麵咧？安怎安尼搞去食咧？讓做蝦米物件？做咩件？食咯。讓做咩事？安尼搞食咧？讓平時做工嘅時有關係安尼物件是蝦米物件？讓安尼搞食。即當然我能做是做 restaurant consultant，所以有關係到食物件咯。哦，所以你若是講人要開一間嘅 restaurant 嚟叫人去甲每塊安怎甲伊進步安怎啦？對，如果 restaurant 愛撥掉名 IC 哦，我去做 IC，我去做自酒咯。哦，去叫ICU 大餅仔 ICU 差幾條。所以你只是讓誒做讓誒講啦，然後讓個有一個是唔是讓個一個 food blog 啊？對啊，gourmetgarden.com.my， 我是迄個也係專車食咯。哦 ，gourmetgarden.com.my， 所以人若是要去看人，但若是平常時要去讀樣嘅 blog 咧，是去 gourmet.com.my， 去讀人嘅blog。然後 OK， 我會每類會話人甲參與人兩人啦嚇，大零無大零甲大零 B 糖。謝曬嘅我係名誒 ，please。大零是我嘅專權。對。但咱無講過，這邊是大零是跟人女使大呢？我實在佢哋嘅邊數。你大零是B 糖嘅寶來，兩人是安家寶。無人想講，哎呦，做咩算咯？特別嘅邊當當起來使幫人領了。條車驚咋？鬧紅包嚟。OK，แล้ว我ไป每兩這個禮拜是做咩事？我那啥，我每兩這個禮拜係咩事？不，起來邊個學見講這個談食誒，這個拜三啦，這個拜三啷個辦？這個談食誒 episode 了是啷去經去到嚟食，你家最經嘅idea 嚟，這倒是。要大領講啦，大領講。嗰陣時要大領講。人寂寞啊！有這個寂寞老這個寂寞老師伊寂寞嘛，我咪走去陪伊咯。哦，你被吹令。伊係紅字古令。即個是即道邊講即個 episode 嘅呢是卡安怎講？安怎講啊 ？spontaneously 啊，你講想到了的講出來。spontaneous 無講我哋咪是無 stereo 咯。無 stereo，特別無 stereo 比較緊，人佢聽，要緊，因為你知咪是知道特別是因為我人有迄個兩隻談食龜，唔是談食嚟，佢真係搞隻。所以談食龜嘅搞隻龜喏，你參起來，你要聽人講嘅法嚇，喏，學你學人講一還是你講個了？伊人講。好，你兩聽到呢？
我咧鹽焗雞愛食喎，我當愛慢慢食了。鹽焗雞，แล้วอันในความโน้that day 是 because 掉落寂寞嘛，寂寞老師就搞寂寞嘅掉，招博掉，我會記啊招博嚇掉，招博先生，招博先生一隻線喺度食咧，比較靈物大。好啦，接幫拎我大，波多大，快三粒拎。一大粒令三合一米咯，你想講？Then after that 就是安尼咯，安尼款就落咯。對，這道是無 mystery but 較 serious on 伊人嘅經驗咯嚇。咱愛再講，咱不愛再講嘛？安尼款係 this food blogger 啊，food critics 啊，款嘅人，嗰啲人是安怎食呢？嗰啲人是安怎去？對，嘛嚇，無安尼講，用錘食咧，安怎去？特別安怎平常咧，對，然後maybe 會使互人知者咯，對嚇，安尼咯。你去食時，你感覺為爸爸，你感覺到你有學到蝦米新嘅物件呢？或者我安怎，就是講，你可以較當今去不到去食物件時啊，是不到咱落tham食嘅即落鹽時啊，你感覺到較成個較特別甲你去注味迄個味素啊，是你去感覺你去想到較深嘅，睇到無？冇喎。我知你是人看，對我嚟講咧，對我嚟講，伊一頭白白一吹開起來，可能咪個倒去就算咧。你咪出一大步。對。我巴肚枵嚟講啊，我就是食了。哎呦，我講你聽啦，你個拍生呢，巴肚米湯加大玲啊，我對其實咧，人特別特別去食啊，因為我哎呦，真正驚食誒，我真正搞迄個平常搞去 taste 物件啊，因為我叫無 semi professional，唔是 semi professional，completely 無 professional，amateurly， 本有想去無想誒地方為去做比無想嘅味素啦。了我個真正 because 我真正 because 我家己有本身有煮食嘛，所以我會真正 sensitive to 味素甲 texture 嘅就。好啊，好啊。所以我特別每啷tips 啫。特別啷講個咪啷咪講個啷教定節講嘅物件啦，人哋講啦，即係拜三冇唔嘅聽咯。所以特別我俾每啷較淡薄冇咩關係㗎，啷拜三講嘅物件就是，你啷平常時大擺出去食時，是安怎揀去愛去到嚟食呢？互啷家己嘅 blog 還是為寫物件，還是為寫啷關係啷嘅 blog，是安怎去揀到為不想為食？啷有每拜三冇每樣物件咯。我冇，就特別是講有蝦米物件會互人想到講，想到要去到一格食啦，可能。對，安怎去 decide 講？這種是這裡是我人blog 咧，是 normally share 啦 ，share on 找這個比較那個古早味嘅物件。像咧物件差唔多愛講人買做啊，還是人做了部分，愛絕種啊。做整下。你物件，成個你較傳統嘅物件，較古早嘅物件，有你人買去食咧啦。古早味個了咯嚇。你是要去找看，還是講當今個有個樣做了味素香無香啊？你看啊，還是？其實香港對，是唔講是講，事實上是有嘅物件，像是嚟樣古早人規家樂有通食，嘛當今現在真正較有人賣。可能人買食，還是價伊個即個收費管啊，人買做啊。對。冇啦，係限時可以啫。嚇，可未？可以，就是講嗬，限時講出來看有多一格是有安尼款呢，食，真正歹找嘅。嚇，講經一項。food blogger 把你特別是一隻狗咧。經一項，你講一項真正歹找當今物件差唔多要失傳咧物件是蝦米物件呢？
baru 最近我甲即个志摩老師講嘅啦，即個下個叉，叉下個啊，伊是下個哦，又做邊是雞龜嗰樣哦，細細龜哦，又去叉咯。叉係是鹹嘅是啲嘅。伊是細嗰啲鹹嘅，鹹加辣。哦，鹹辣，哎呦，伊是唔是娘娘米嚟？我是福建。哇，我冇聽過喎。使我得坐落去，攏真係坐落去。我對嚟知道，我特別夾生10半嘅實對。咱嗰隻就是伊個都會米線。都會米線哈，趣味本。都會米線，我個見唔捌食過咧。米線，當今人去食米線，去到會做。米線較少啦，米粉較濟米粉湯啊，米線有咯，當今較出。當今較濟人買是阿推米線咯，阿推米線嚇，第泡湯啦。哦，都會米線，都會米線，伊個湯是蝦米底？蝦米湯啊？伊是杜湯，伊是清，即白骨湯咯，清湯嚟。所以也米線煮了哦，伊是差唔多伊湯嚟煮咯。等都會咧是迄個get 咧都會啊。成個人食咖喱麵是。咖喱麵，對啊。啊是係粿條湯冇都會就是安尼嘛。有咧介紹者，有人是迄個少年呢，有咧唔捌看過，你看都會機會啊，阿會啊，有時上講嘅規個湯紅紅嘅咧。使走嘅 blog 有寫。哈，攞使佢去gourmet.com.my。gourmet garden。sorry gourmetgarden.com.my， 好聊嘅花卉。你gourmetgarden.com.my， 讓佢去看伊嘅都會米線。你特別等陣我唔明路。你按怎去想到安款嘅物件咧？你讀按個記筆咧，你看嘅物件咩？按在定到是咩？還是按 research 嚟個找到嘅？I research 咯，一般I mean 我平常時就愛 research 看淡報紙啊，雜咧有時最好是問老人。對。誒，你講啊 ，sorry， 你講。講啦。你講起報紙吼，我未記介紹啫。之前看有可能烘玫瑰出個報紙誒。登錄嘅 link 嘅話。對。應該特別好咯。你去嘅 link 嘅話咧，咱是咱個幫嘢個 post 去咯。可能去讀啫。OK，你開接去講，如果個係咪個咧？個上條係咪？是傳咧係咪嘅？剛剛未記起了吼，未記是蝦米物件好食啊？未記，未記是上個係咧紅記嘅，係咪啊？我唔係，我未記愛講未記了。咪菇咪是玩咯。感謝，我是差唔多要失傳咧物件，我是。你同佢講咪菇椒啊！咪菇椒啊！咪菇椒。哦。啊？我咪。咪菇椒啊，咪菇椒啊！我是聽到咪菇椒。我想後面隻新的咪菇是一個隻椒誒，咪菇椒。因為當今做咪菇，佢這樣用 factory 做，用 machine 做，寫你咪菇對面冇寫字，對，頂到成個人紅糊咧。對。迄是用手做，用手寫嘅，伊咪菇，伊倒把伊粉啊，係食了哦，用手扳啲字出來。伊是扳嘅，唔是寫那個。伊唔是用寫，伊是用扳切出來。我 blog 裏邊有寫，講拄到哦，伊即個咪菇嘅頭家啊，伊互人去翕伊 process 嘛。樣是做特別做伊個多做開嫩嘅咧，較淡嘅咧嚇。你扳，如果近移出來咯。哇！咪真係這間。係咪 John， 喂，安怎 live 嘅人講聽無到我嘅聲誒？嚇是咩？對咩？我聽到喎，我冇聽到喎。應該會啊。我係邊講 live 嘅喎？應該會嗎？未咩？唔知有兩間人講聽未到啊喎。
In Ustream 我上細聲呀，冇我開較大聲啊嘛，嗱，有時你冇樣看是細聲還是冇聲安全？哦，應該是冇聲，等陣，你嚇 OK，當誒 shit。我咪講你冇落掉啊誒！我有落掉你，是講你聲唔掉事。我未啊，等陣我等陣，教你錄講人講成特別人對 podcast 係冇影響到，讓錄講嘅人係有當佢我冚過，你 feed 啊，讓覺得到對嚟係你喂 input source 係經唔掉。OK， 我經唔掉 source 啊，我經掉 internal microphone 啊，所以冇聽到你聲㗎啦。誒，都未 change 嘅，經唔掉係你了。我未 change 我 audio source，我 audio source 未 change。新嘅 sauce 啊 ，chili sauce、audio sauce、chili sauce、胖醋 sauce， 啊，對，胖醋 sauce， 幾擺 sauce？哎呦，迄是 sauce， 迄是夾。哎呦，是，我啱把晒特別落音啊！屌，等陣我去咧，是人 Ustream，伊啊，攞一套 Ustream 就是未聽叫人去迄個本來學嘅 .com 嘅訂 log in， 按咗 sign 我 out 去是人。錄講，咱無 live 咱才講伊無好物件啫，咱 live 嘅時間講到啲好。OK， 本來好嘅，咱去 OK， 咱再講，咱哦，你咪估少呢？哦 ，OK， 叫掉啦，我記唔掉 sauce 嘅人講，當叫我 fix 掉隻 problem。OK，allow， built-in input。OK。Testing，OK， 咱應該聽到啊。OK， 歡迎人到底來，咱使到底去啊，甲人講，甲人到底去嘅朋友應該是聽到咱嘅內容，咱甲咱嘅聲。OK，咱就會講咩？淡仔都會。哦，都會米線啊，然後講米菇。米菇對下咧，人叫手板嘅米菇，伊是搬出來咯。哦，我唔知定到我只想講，伊是夾做伊個咧米粉做係結成係多，然後咧是夾嚟多嚟。你做啲咩pastry bag 咁掟出嚟。係，我想 pastry bag 掟掉。我用手做嘅。哇，咪真濟工嗬。對啊。先你講你訂了，你開咗要超嘢嚇。哦，你伊是伊條安尼嘴，好似一條紙呢聲，還是伊一彎安那 Q？ 嘴一條紙呢，條紙聲。所以咪是就一彎上要落長啊，去 Q 伊，因為伊字寫出來嗬，伊字寫出來是伊個唔是伊個唔是成個講一條呢，用是伊個成個人寫長人字嘅，係毛筆字是然後有較重安尼，係你個提案安尼，可能物件，你知我講未有？對啊。一個人可能哦。揾個簽啊。係啦，個簽。你提案係咩嚟？提案啊，你唔捌寫過毛筆字誒咧書法呀？我有寫過。老師。我有寫過，特別我唔知提案。提案呢，就是提，就是輕輕起來，成個一撇係一撇，咪是咱寫八是咪是按，然後撇去左邊，你要慢慢提，然後咯。哎呦，我現在專業，我跟你講，我寫毛筆字。是咩？係呢，你看我面都唔知咩？你看我面都唔知，我只搞寫毛筆字咩？我會春呢，我。哇！我會出呢一隻大機啊，毛筆寫手超呢。啊，你講到啲毛筆，咱毛筆未知啊。你講到啲即係咱隻物件是，當去吹咪咕，你是講當今做咪咕槍，做鋼槍做當今無用無寫字啊，對面。我有寫字，嗰是伊。咪咕嘅的嘢無安尼好食，無安尼軟啊，較定啊，較大。較無安尼，樣聽到係咪用手切啊？樣是那個一吹時哦，樣嘅款啊，物件嘅咧我無像。直接開外聲。哦，喂，電腦啲 on off speaker，等。哈。你微我知道，人安怎經到位咧是毋是即個大連咖啡湯 suggest 呢？
介紹嘅。對，人介紹嘅，人介紹。一道攏講看，攏一道去到一格呢？去到一格食。我人去來學，安怎我就問聽到有聲誒？伊人係咪即係米湯嘅 computer 出聲？係咯，米湯嘅。學 computer 咪學即個直接介紹啫。大領啊？大領。大領啦。你特別 close 小嘢 live feed。哦，咱開 live feed 呀。冚起 live 嘅冚起，嗱開聲嘅冚起，但是你要看我按豆把入邊嚟講係使特別聲嘅冚。mute 掉伊個 microphone 呢嚟啊。OK。等我整下水就冇啦，等 live 啊。冇分點名字就成得啫。OK 嚟，係啦，按照經調一格，讓這禮拜三會去嘅位呢。我這是我常常去哪裡？攏家己本身自家去食。對，上阿面食宵夜啦。然後是這是宵夜位啦，有。係咪一直 restaurant 是這小販嘅中心啊？真啫？咖啡店。這咖啡店，我看嚟宵夜攏食物件哦。我哋啦，睇就是叫我咯。你攏特擺出去食那款啊？攏家就是招一啲嘅朋友出去食，還是攏家己兩人嚟嘅啫？家己兩人嘅啦。哦，你人平時等陣買，我別講，這拜三要食物件事，講這拜三要食咩物件事呢？人平常時啦，有到處有家己有煮，還是較濟是出去食嘅？有煮啦，當時無用就無煮咯，用嘅時就煮咯。特別攏自家煮食本咯。你有時你看到我嘅相，你知我是蝦米人咯。蝦米人係搞食人啦，是像微娃娃你看咯。米湯是應該是大米湯，大咧，唔是拎大，唔多大。應該叫三拎嘅，你是。我哋係超級大拎，一大粒拎。咩啊？大領嚟㗎，我不確佢兩個面啊，別拍。我不知道對戲，我被對兩咯。我講聽啦，當時啦，老實講啦，嗰陣時看被相信，我這是我本身啦嚇，我自己講人聽感覺。但是講我就是講被人介紹我去到嚟食啦，但是講伊人係哦399嘅，我可能冇咩八戒，冇咩笑。咁那一個人呢，有一個人呢，我再講伊搞介紹嘅。特別佢食山嘅時，邊嚟學嘅嚟聽講399，知冇？以前德國咧食山下，特別以前搞食咯，100試嘅啦，知嘅啦。然後特別兩講兩兩去平時有無影時就無煮，或是有影時兩家己冇興趣家己到處煮食，兩把家己成日講做你較少人煮嘅物件，家己到處要即係儲備看，之後家己煮垃圾唔見得有喎，還是家己是佢出去食。laksa 較少煮啦，因為即個大領無較食。哦，你無是較食 laksa 呀？做咩事咧？大領？伊食少食 laksa 食福建麵咧，伊我是煮福建麵咧，我是煮 traditional 嘅，唔是當金嘅。當金你冇食福建麵，我是 shortcut 嘅，係冰糖啊，係白辣針嘅。哦，你講嘅我唔知喎，即係咩件事 ？shortcut 係冰糖加白辣針啊？可以你係白辣針。哦，所以冇用下殼呀？哦，因為伊用下殼，甲椒，免你當本嘛，你白辣針有啲鮮味嘛。then 伊係甲甜咧，也是用伊係甲生嘛，用啲一白咧，就是用冰糖咯，甲甜淡薄咯。哦，這是老人嘅。這是shortcut嚟，當緊就是shortcut嚟。攏這出咯，這出比比啥？這出嚟。我打不打得古早學嘅嘢哦，有時也係卡去炒了去滾湯嘅嘛，咱也係卡出來嘅嘛。當然是煮了哦，伊係卡也去 blend 下到嚟邊嘅。哦。所以明咬我哋估下，有時講用。對啊，會想講嗰啲。你湯咪是羅羅咯，你湯咪是羅羅。就是羅羅咯，羅羅嘅咯。哦。只是我感覺到這是最近吧，你講發現嘅呢個人你看嘢去 blend 啊，還是真正久以前都有嘅。而家有一陣時間。一陣時間啦，有一陣時間啦，都叫老人啦，老嘅啦。
伊也是伊佫是袂傳統嘅啦，種是古早味嘅啦。較少拄着有用迄啲物件刷甲嘅咯。種是較濟少年做生意哦，伊是較濟愛趁錢嘅。對，愛趁錢，那個愛快。對啊。無樣講安尼滾滾咩？你嘅我看頂到時我會記我看人即係福建麵嘅打，樣燒蛋早起11點樣時就白下卡，還是就starт滾起嘅湯。對啊。滾放馬仔嘅啫哦。是啊，伊是慢慢滾開出味，可以破喺喙嘛。所以當咧嗰陣你食福建麵哦，伊蝦啊，是大杯蝦，伊是唔過大杯啊中蝦哦。煮甲你食福建麵是伊蝦是唔是啊細粒嘅？對。伊蝦唔是咧細，伊是較大隻。揪啊！煮甲伊揪嘅入味。唔是在鹹濕蝦驚，乃是伊蝦滾嘅揪嘅。你看啦，你食過你知咯，伊白無相就知是煮甲揪嘅咯。煮甲揪嘅是咪是淡薄轉淡薄咯？伊個轉淡薄咯，係伊是伊味素大邊去嘛。特別樣是樣到我別怪樣嗰啲蝦我感覺啦。因係地嘅你多食薄薄，就是因為伊滾久會變做潤去。但是講你無食薄薄嚟講，你變做成潤很好食。對啊，是啊。哎呦，我可別tahan了咯，我開始我都未對去個人去食。對嚟啦。我明年。哎呀，等明年啊。嚇，明年啦，讓直接贊助。明年我是感覺到我是希望嚇，即係我頭一擺報告呢。頭一擺報告，等陣讓別個報告另外隻物件，你學見到佢幫嘢廣告嘅，大家 please， 你是，你有廣告夠有鐳嗎？有鐳嘅夠攤有買飛機單對，咪先，有幫殺，特別別見到幫殺嘅鐳來就好，特別我是希望我知道要對佢是要對佢慶祝中秋。食月餅，明年食月餅哈，然後對佢要慶祝就有一年時我要做新正，當人新正咪慶祝嘛，然後當今一到嘅時我想要做慶祝即個中秋嘅時對佢，要夾我袂咩，我袂有夾咧燈籠夾蝴蝶，然後佢袂有迄個係咩啊？迄個叫咩啊？遊行遊街。要記咧 FRU 嚟啊，紅頭兵嚟啊，紅頭兵嚟我叫咪古店呀，我要行到啲邊頂 road 去，嚇，借你 float 咧，嚇，我同啲對面啊，店咪古啊，店咪古，用超 Q 嘅字。老作，哇笑，แล้วโอเค當講到呢隻拜山嚇，เราไม่聽到ลอง即係唔夠เราไม่講กันแล้วเรา即係係咩物件咧？即係對幾大行咩物件？問講嘅味素啦嚇。子母老師講嘅，咪講嘅味素出來啦。嚇，攏拜山係個幾聽啦，是講即係係咩物件啦？攏係經。可能隻小虎咯，แล้วก็小虎係咩？一間咧綁鋼虎啊，對。小虎。是唔是係喺你成個一個環境，成水水嘅喺環境嘅？這個你特別去聽，你特別去聽。OK，好。你tahan dapat tak yaw？隻 roti babi。roti babi。long 是唔是 keep butterfingers 嘅隻 roti babi？唔是啊，到個年嘅喂。roti babi 嚇，喂，姨隻教做嘅嚇，一直會講。即係叫你教我 recipe 哦。應該是使你冇成日講唔加人啊，依係尖白一隻。roti babi 係尖白。即係烏嘢 roti babi。roti ketam。冇 roti babi 啦，面烏係啊，你俾你邦加里 roti 舊嘅 roti 做嘅。對啊，古早我看電視劇咧，你連邦啊，無口無鼻咯。喲，好了咯！我等想到我姨等幫起我隔壁，所以把這東西是我幾做時我叫人來，但是要做時叫。好，你講啊，冇係講法咯啊。係，有嘢，因為我買是傳奇王喜歡出嘅物件。對啊。是出假晒啊。係啦，你at least 是 documented 起來後，at least
落地芭比，OK。OK。啊，就被 document 起來。好，我那時講聽到我對邊咧，in case 我未記啊，人哋話你 popular 嘅時候，特別我較只會記啦，我想到要知啦，我就想到講啊。那是講我要對佢時會記 remind 我，我要對佢，我應該 announce 我要對佢是幾時？誒，後點唔知係咪是落地芭比喎？啊？後點是太平嘅啦，後點是太平。妞只啊！我用嘢隻嚟嚇。我未怪啦，係南隻啦，南隻農嘢隻啦，差唔多，因為有人傳啦。哦，啷在什麼？你我在我姨以後就是你我媽是娘娘嚟，我媽是對啊，純的娘娘。你我媽嚇，我媽是娘娘，我媽誒爸母啦，羅人嗰陣是樣時穿嗰啲傳統衫，就我媽我左嘅我媽啦。羅人每時一樣白你上過多了，頭爭嚇白頭爭嘅，頭爭嚇，唔是白頭爭上過，一彎嚇，你以前嘅你波登地衫，你一前嘅你降衫，不連嘅降衫，我真娘娘，所以我只係咪嘅，佢就是你娘娘影響到你，我媽甲我媽樣嘅變甲我左人。嗰陣時真正不然干嘅嘛，所以人講嘅話曬定住我紅險啊！我甲我即個子嘅查某啦，我孫啊，唔是孫啊，我孫查甫孫，我就去食咯，一大比較本啊！我甲講伊唔知要去夾咩，我甲講你乜哪會夾？我講想睇我好笑，我講曼娜喎，你即係曼娜是本是不然干嘅 influence 嘛。安成講安怎嘛啦，係你安怎去？我講你安怎會夾啦？未好安怎安怎會夾？我未問你乜會夾？你我講佢結果好笑，你同講乜嘢啊？我講乜嘢？嚇！你定住我講真夾，你真夾咪冇人知，真夾就借你本事樣嘢人講。真夾就是貼到啊，貼到啊，貼到嚇。OK。嚇，真夾哦，都叫做啊啲，比較是河南話嚟嘅，真夾你又唔知。係啦，跟住就會講 ，sorry，好我 side track 佢話落地芭比，落地芭比嚇，แล้วก็有小雞咯，小雞絲係咩？小雞啊，小雞絲我淨係食喎呢。以前是有即係一隻摩托拜，定到我就係一隻摩托拜後背有一隻攞嚇呢。嗰種是未你落地巴關誒。唔是，有時一樣是我等嚟我等咧撞到後背是一頂車，一邊落地，一規個攞，一直想 rotisserie 呢，一個鐵啊，係一幾時後邊，特別是因摩托拜摘掉嘅。哦，วันในควันเนี่ย啊，你機會團老邊嘅陣時，個機會團嘅，好聊哦。係你講係，就你講小雞了。你安尼了咯？哦，小雞落地芭比，我被聽人講落地芭比啊。蚵煎個，我是個食蚵煎。蚵煎的你有食到咩？嚇！是你看你成日看你都無趣味，你直頭係入喙㗎啦，數。安哥冚了，安哥冚了。哦，對，啷冚打嚇。安哥冚打。我頂住咩小暗咩屬要？後邊啊？頂住咩差唔多11點半你講。有時我講聽，我有一次走就是講我被對嘅時，我被夾30分10分嘅。冇事。你背到對嚟咁好。係啦，當今嘅小三啦，當然冇小三嘛，嗬。跟住人講我什麼小三，未啦嗬。啦。當今平常時咧 normal 係啦，我佢夾30分我就嘢。我唔知30分，我哋是講是本地事。係啦，免啦。又見啊，你橋邊個新嚟嘅話，我橋到呢邊啊，實定到我對起時都被橋到上湖嗰邊啊。誒，等陣我夾尖頭就聲，誒我講聽當然靠吹部咪白啦，這舊一茶都冇聽。靠吹尖啊咯，係咯，靠吹尖。啊 ，OK，咁差唔多，啷個係咪交俾包槍啊？我就係當今這時候都掉
掉你嘅嘅呀，當然是掉你嘅，看你個要聽人講，當然話你個要殺開先嘅嚇，咱就要對嚟隻拜山嚟聽，我人邊頂學見誒探隻，即個禮拜咧就是參加即個即個真正狗隻誒，唔是個探隻個狗隻誒兩隻大領加米湯兩人咧就去出去食，所以你人講看，伊人按照食嘅味素是安怎去煮味，蝦米味素？哎呦，我是。老暖，我想到一個叫佢老暖喎，死我你講啊！哎呀，但啉水就成無歹勢。威話嘛，教啊，佢幫面叫佢爆槍。無咯，就是特別去聽咯，拜山拜山嚟聽，到對嚟聽。我嗱，使唔使只人只暑假啊？只博，所以咧使講continue做。你若是講攏最尾有蝦米意見啦，講尾去到一隻來講係哦，攏是個只到最位嘅物件。你係使去邊個學見到？講咩朋友會喺邊 episode 會使聽了後咧，就會使留話講下，讓我人邊個學見嚟談只去到一隻。尤其是我對迄邊嘅事，當佢 test 嘅了，我哋好似係八刀是我對迄邊嘅事，咱是做咧 top 10。哇！好了，好了哈，top 10我自己出現去只，成日看網呢，自己鋪起來。OK， 感謝我哋嘅Vivi娃娃教人做這節目，แล้วก็感謝我哋攞嚟真正特別嘅邊大領嘅米湯，感謝啊！thank you。แล้วเรา人若是要去看一人特別攏 blog update 就常 update 啊。我try 一禮拜update 兩刀啦，but depends on 我有時間無咯，冇時間佢地少一刀啦。好啦，我就使過去 gourmetgarden.com 買掉。對。gourmet 咧，即係攞物件愛知，還是愛找誒，都互人知，แล้ว我去找一翕相，互人看。好。喲，我知講特別，這是我嘅節目嘅。我知講特別有糯米有蝦咧肚皮啊。哇！江沙律，江沙律又有啥？即個我把杜飛機，你大陸版本有。江沙律你是係杜卡？哦，杜卡，我係杜皮。要杜皮，我杜皮杜卡咯。哎呦，我係叫一聲。你話嘛？你是調你生活呀？對，我聽你。一調在一粒物件。做咩是直收你一粒？我未出聲嘛？你想是 Genie 啊？收我嘅出啦。哦，你 Genie 是最情嘅。OK，其實咱講 OK， 所以感謝啦，我俾每兩隻字物件，或者我對邊兩個事就試，我就對咗 inline block 出來，是就基本上會知人肯定有撈麵，粿夾咧粿夾，我是食愛淡嘅，愛淡有兩擔，我是食即個巴薩對面嘅，巴薩對面咧，伊粿夾嘅粿咧，伊有 texture 較好食，話咧伊會攞會較鹹。哦。伊攞是唔是伊是我買湯，伊是唔是古巴誒？是唔是古巴？冇，唔是伊用阿伯。哦，阿伯粿夾是嗌嚇。我當然如果我就想到粿夾嘅時候，我就想到係咩啊？想到樣係只隻咧阿莫芹菜，唔是阿莫芹菜，芹菜到對面可能。對，coriander。哇，食到爽。不知是唔了解，係咪先？我咪是想，點解我成日時我特別狂話八隻，我講，咦，這是老人夠隻啊！你看你炒嘅我講，幫我老了嘛？哈！當今我個幾十件隻去喎，死我講死有一老，我知道，我講我八定到隻未夠，我唔俾隻安尼炒，以前係隻你咩啊？講人定到是唔是蚵煎頂面冇係咧完水？有講啦，伊曉咯。對，伊按水曉呀，就是我爸定到只往特別講，喲個炒呢咪幾硬去食，佢咧伊見食，當今我不見食，驚我定到成邊唔敢食，當今唔見食驚。對啊，我冇食，我對我食咩試過咧係食皮蛋。哦，嚇對，我唔見食係你，我每次我個當今見食係咪女嘅咋？我當然自己多處，就頂住話馬來嘅事嚇。咱點識攰就估一下，唔係經過嗰樣嘢。咱講就知我是未停嘅，sorry 啊。
你講到食我就散，我冇半落半去嗰度對面食掉。我見食姜啦，你話嘛啊煮佢哋人本地，唔是，佢哋頂住有煮到咖炒本，特別伊煮佢哋你叫咩女嘅，伊是人做過也是食嘅啦，人煎炒你不是。阿咪做個全部有啦，伊是炒嘅女嘅嗬，煎嘅女，唔是煎啊，伊是成個炒開，成個 scramble egg 然後呐，你是倒佢哋椒落去啦，sau星椒嘅，什麼嗬，倒落去，你伊是咪甜甜嘅，可能椒味咧，你係冇注意，你睇淡淡嘅啦，你係真正隻姜咁麻油嘅，哎呦，我是不敢食。你是人切切過嘅，啊，做過是食啦。你講到咁聲嘅，我是英文嚟，我是英文特別多係嘛？哇，佢驚食哦，驚食！伊女嘅煮我馬來西亞唔知煮幾道好啊？當今家己煮啊，係又去做間 office 食。我朋友講，梗臭面啦，咩物件嚟？我講 you shut up you motherfucker！好啦，啷落你好，咩就留咗8刀啊，review 嘛，不如去試下，有冇應該請下？會使 stereo 嘅 stereo 隻吧，對，係 stereo 嘅。有可能一隻 boss 餅、硬餅、糯餅、都餅、講嚟講去啦，係咪？but OK 話，即係 iPhone 落出嚟嘛是 stereo。是本來我是充電路啦，你路你是較勁嘅麥嘛 ，Zoom 嘛。佢哋較勁嘅 Zoom 喎，我哋啲時係咪 Zoom 就冇電台。冇電台，我特別 carry 掉我 handbag 嘅攞粒 spare。我攞粒唔係我照我嘅，咁我攞粒嘛。哦，你攞粒係接咩？我攞粒 spare 嘛。嗱，你看我 always carry 掉攞粒 spare battery 嘅話，佢先。哦，OK。我成日睇 case 車食嘢都就我冇搞到嘢嘛。嗱，我等幾條車食 case。我 battery 就是係到啲車食 case 咯。是咯。喂，是講我冇，我不知你少看啲有一個有下我比較有一個，我等佢先。會使。我哋係啲落 email 嚟寄期㗎啦，就是。你我真正感謝攞人個唔知舊隻，個唔知氹隻，個真正趣味，嚇，個真正老咗，個會笑。對，會笑。我就聽到大領潮，我就走去搞笑啊！伊早起無食藥，早起是無食藥，是食唔到藥。伊無食藥，你個別去拍接大領位。呢個你一隻我在這大領叫做搞笑，你一隻這個米湯個跟衝地喎，你隻聽到伊啊，家己嚟看食嘛，家己睇隻零包係啊？對咯，安字，家己寫字，家己寫字，我成個你家己念咩隻咪咕咧，你聽唔寫字？真正老早，所以咱不單是講有興趣嚟講下，咱個係到底嚟參加咱做節目嘛？咱免講是有談節嘅時間嚟講，或者咱是講到係咪節嘅大地是啥？咱咪講四川咧節嘅物件，咱是個請人起來講哦。但係咱是陪嘅，咱講過啦。咱或者咱是到底嚟請人起來講較深淡薄講係咪物件四川咧啊？美術安怎講是較 seriously 講啊？把係咪物件美術係咪咧安怎？但係都講係福建面即係。頭更然後呢物件冇咩人知嘛，所以請人起來甲我講者嗬。講啦，都係出去嘅人拍。咪見到冇人知咯，就直接冇幫你效應。OK。我拎個米湯嘅。有啲依邊都使係係到個拎搭落去。有 sorry 有幫有效應有，我叫我看到。死啊！就把。冇啦，冇講得一打，冇是講可能在四川嘅物件是好啊。往時呢，有咧物件，我看有當時我成日袂記咧，咩物件好，我有時通我會聽講我妹啊，你人成日講咩物件，四川物件有可能人佢 suggest 互人咩物件四川呢個。好啊。會使啊，人知咯，我咪去order 過嚟咯。對，因為我 sometimes 你在邊咧學見咧聽講即係怪一人本嘛，所以你又學人 idea 講咩物件
一定當時係是馬後豬啊，是馬後節啊，佢物件當然吹無咧，佢物件可能去講，我只物件個 sorry，個 get 一項，啷大把龜，啷就有大把龜，大把龜是伊是成個毛子咯，毛子入邊個可係油嘅，兩邊係土豆甲糖嘅。莫子啊，莫子哦，伊成個麻子嘅皮，特別伊是貴，伊成個包，你看伊成個紅菇咧，特別是白色嘅，我人叫做大把龜，大把龜伊是伊皮成個圓圓，你看成個成個麻子，你看呐，黏黏圓圓。佢個字先至，唔是佢個字喎，是啊，你同我講未全，我諗叫大，我煎袋啊，伊是唔是啲 fry 煎啊？唔是煎呢，OK，伊皮淡薄成個係煎堆皮，淡薄成個係諗去食係鹹水角嚟，點心鹹水角嘅皮呢？伊淡薄伊是白白圓 tender， 真係 tender， 然後呢，你加是黏黏嘅，你拖一些是應該是豬鼻切做嘅，你加伊是南邊是幫土豆，因為我看是有呢物件咧，伊是幫土豆加糖、醋糖加土豆嘅，所以你加啲其實你加掉一坨。哈，我知，香港都未，因是香港叫茶果。哦，我諗叫做大把龜喎，我唔知乜聽過，但我去看你幫人啦，未得聽。邊個見你聽講我不聽過哦，大把龜就是不聽過，冇人聽過啊。我識佢你邊個見到佢幫人，你 forum 未時候就是不聽過大把龜，翕相影我看萬山女。點解我細漢時我真正見知我突隻起隻粒嘅咋？我講俾好啊。係啊，講下，因為佢直接把啲單我請到對嚟時間嚟講下，無論等細手等。感謝我哋攞你特別嘅邊大玲加大玲，唔係大玲加。我見你加大玲。對，大玲加B 湯見咪加大玲。แล้ววิวบอกว่าแต่วิวบอกว่าโบลิ่งแต่วิวบอกว่ากำเสียที่แต่จะกี่ว่าสังวัน嗱，你啲數你食完攬沙士藤啊？硬藤沙士藤係你 carnation 嘅古靈啊，裡面個包硬豆。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當今禮拜不多有啦。下個禮拜過來再見，感謝各位聽眾加現場聽眾來呢個問題拜見面，拜拜。拜拜。喺個鋪機㗎啦。